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耶花所定定的日子，嘛是感恩节的主日。感谢上帝一年的赏赐、甲保守、甲看顾。咱伫即时要感谢俄勒敬拜主，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改做震动，专心来敬拜上帝。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用圣诗438首来学了上帝。圣诗438首，咱礼赞也好整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看你的世看的
正是我家前面，一束和龙摩天，但我乃不作文本，日天能观所黑，你刚温暖心情，是你衰变，是你做好我们，是做啥所给，要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全能、阁有怜悯、阁有恩典的主，是永远我的上帝。愿一切恶乐、荣光拢归乎你。感谢主耶稣无限的疼，阮的性命是主用重价赎回的。感谢主，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阮要一世人来跟对主，来回应主的恩典。全能的主上帝啊！你时常施乐你的恩典予阮，赦免一切反悔认罪的人。恳求你伫逐个忧伤痛悔的人的心内，成就你的救恩，赦免阮一切的罪，也洗清阮心内的不义甲误会。阮要伫主耶稣的内面有顶头生的活命。诚做新创造的人，主啊，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主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保守林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帮助阮搁较认捌真理。你的话语诚做阮路上的光，来引带阮。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25篇，启用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103篇。我来启，请兄姐来译，按用交通的方式来启用。启用文第25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回关赐予你。伊用逐项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勇壮。上主实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伊无久长责备。袂永远藏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过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
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呢，伊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生，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使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管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请咱同齐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60节到65节。我来读。耶稣的门徒中有真侪人听到，就讲：即个话真困难了解，啥人听会落去？耶稣心内知影伊的门徒私下底议论即个事，就对因讲：即个话甲恁惹着是无？安尼，恁若看到人子升悬去到伊原来的所在，恁要安怎？使活命的是上帝的神，肉体拢无功效。我甲恁讲，这个话是神，是活命。毋过恁中间有人毋信，因为耶稣对起头就知啥物人毋信，啥物人要甲伊出卖。伊阁讲，因为安尼，我捌甲恁讲，若毋是爸允准，无人会当来我遮。愿上帝话成做咱随时的快乐甲亮光。这是教会主日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要为咱证道的是林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朋友耶稣所赐活命》第2讲，将时间交予林牧师。兄弟平安。咱11月的第4个礼拜4是美国的感恩节。后来台湾，特别是咱教会界受到美国的美国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咱渐渐开始过一个美国的感恩节。不过，感恩节的意义甲庆祝方式咱嘛小需要去了解。这是对1621年的时阵来开始，差不多拢无有啥物变化。伫咧即一日所有的遮的教派的礼拜堂拢会开放，来向上帝安尼伊的安尼对上帝咱讲慷慨吼伊的恩赐来表达感谢。这个感恩节会通讲是家庭的节日全家安尼无论大细人伫倒位因拢会倒来到家己的厝来安尼咱讲共度这个节日。那就算讲你无法度安尼倒来到厝，嘛会敲长途电话，甲着家己的父母来伫遐，也是家人伫遐安尼甲伊伫遐畅谈，来分享一寡感恩的代志。所以咱嘛会通看见，伫咧感恩节的时阵，感恩节的个正餐会通讲非常的丰富当然，伫咧第一遍的感恩节的时阵，无遮尔丰富的但是后来餐桌面顶安尼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味的食品看了毋知就开始巴肚枵袂。伊的主食就是火鸡，过来就是会食迄个南瓜的馅饼互大家人会记伫咧迄当时安尼印第安人安尼捌安尼送互迄个第一批去到伫即个美洲的遮个定居的遮个咱讲移民者因的礼物。伫咧大多数的个家庭的内面因伫咧食饭了，嘛会拢会做一寡传统的游戏，也是讲伫遐唱诗歌。感恩节是一个会通讲互感觉安尼讲真愉快的一个庆祝的活动，嘛是一个安尼讲家庭团聚的一个日子。那亲像伫咱华人的迄个咱讲旧历过年共款伫咧迄一天就算讲是咱讲罗汉脚单身汉，嘛拢会安尼受到邀请，去到伫安尼有家庭的厝内面，大家人伫遐同齐伫遐分享感恩的快乐，佮感谢上帝的恩惠这就是感恩节的意义的所在。伫咧安尼一个感恩的日子，咱敢有啥物咱感觉讲安尼有啥物会值得咱来献上咱感恩的代志？咱应该时常来安尼诉说上帝的丰盛恩典。特别是伫咧咱现今这个时代咱真容易袂记哩个上帝恩典。因为咱即马这个时代较讲的是叫做个人主义，所以真侪时阵咱拢敢若想着咱家己。直到咱落尾手，毋是敢若想着咱家己，结果咱敢若安尼注重伫咱即马所拄着的现此时的迄个问题的顶面，直到咱煞袂记哩上帝伊伫咱过去的年日内面，怎样引带咱
安尼去搬过侪遮个困境，咱的遮个安尼恶担当的事。如果咱也开始去回想上帝怎样带领咱安尼一届搁一摆安尼搬过遮个困境、遮个恶担当的事的时阵，咱就会开始伫遐来开始感恩。搁若安尼，咱会将咱的规个聚焦来伫咧咱的主、咱的上帝顶面，咱就袂搁只有聚焦放伫咧咱即马咱现此时所拄着遮个问题，因为现此时所拄着遮个问题对上帝来看，伊将即个问题，也是讲即个困境放伫咱的头前，伊是要爱互咱会通搁一届来将咱的即个耳目，搁一届来转到上帝的面前，要互咱搁一届转来到上帝面前，看见讲我过去怎样引带恁，但现此时我嘛要犹原安尼来引带恁。所以咱若会通安尼来去回想、去想象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伫上帝，咱伫遐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咱伫遐不断伫遐来安尼宣告，伫遐来宣认上帝伊奇妙的作为。安尼，咱毋若讲伫咧即个感恩节，咱伫逐工咱拢会通像过着感恩节共款，来伫遐来安尼，伫遐来称赞、阿乐咱的主上帝。到迄个时阵，上帝伊要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当上帝伊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你会用想象讲，你所拄着遮个恶担当的事，甲着你所安尼感觉讲，对你来看是一个真恶地处理的代志，伊就袂阁真做是一个难事所以咱会通借着今仔日即个感恩节，咱会通也搁一届来回想咱家己的即个性命迄个处境。咱是毋是只有干一直咱现主是咱的信仰的迄款性命迄款的安尼处境？是毋是咱只有看见咱家己，也是讲看见咱即马拄安尼踮伫咧迄个黑黑暗暗的迄个境况内面？直到咱袂记咧看见上帝伊怎样伫咱的生命内面过去的迄个作为，是咱犹原继续互即个黑暗将咱甲咱包围，甚至咱有当时咱活伫咧迄个黑暗的内面，竟然咱犹原毋知影。这也就是今仔日咱伫咧面对感恩节的时阵，咱需要好好去深想的问题。个感恩节若对咱教会历来讲，虽然教会历内面无有感恩节，我头讲过，感恩节这是美国的节日，但是若是照教会历，拄好今仔日，拄好就是咱的即个规个教会历长年期会拄好上尾一礼拜。后礼拜开始，咱就要进入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就是搁一个新的即个教会历的开始。所以咱也会通用着感恩节来过着一个咱做一个基督徒的过年，来伫遐来感谢上帝过去迄个丰盛的恩典的带领。嘛真感谢主，咱教会安尼伫咧安尼。咱安尼努力下面，咱伫遐安尼领受上帝对咱的迄款的意向，咱伫遐讲起，咱要伫咧建堂迄个释教70周年的时阵，咱要来献堂。那现主时咱也开始正式进入要启动即个建筑师的遴选的即个阶段，咱要开始安尼正式迈入建堂意向的第一步。伫咧明年的3月底，会有几个建筑师安尼来提交因的对伫咱教会建堂的迄款的一寡因的对咱所传达互因的因伫遐来画草图，咱伫迄中间要来去来去评比遮个遴选咱的遮个建筑师。当咱伫遐过经历安尼上帝62年安尼带领，
咱领受伊迄款安尼无比丰盛的恩典，咱拢来想象讲，咱要怎样来献上咱对上帝的感恩。所以有人甚至会感觉讲啊，咱无迄个能力来参与伫咧即个建堂。这就甲亲像牧师进前已经分享过，咱毋通小看咱的主，咱的上帝。咱牧师用一个真简单的假设就好。若有人习惯每一日拢会安尼啉一杯的迄个茶饮。咱伫咧啉这个茶饮吼，有个人特别是少年人。我知影有个人一天爱啉几杯，不管是罐装的，是像即种杯装的。咱拢小小想象一下，这一杯的饮料，差不多大约差不多偌济钱？50、60吼。咱过去以早一杯若20块，就袂歹吼。已经来到。好，咱假设讲，一杯上少爱50块。咱如果若有人安尼伫遐讲起着咱无能力来参与伫咧即个教会建堂，安尼咱来甲咱家己调整看卖啊。如果咱若有迄款的习惯来啉即个茶饮安尼的习惯，咱每一天为着咱的主减啉一杯就好，减啉一杯茶饮。你若假使你一天爱啉几杯，你为着主的缘故减啉一杯茶饮。第一个，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因为这个茶饮内底糖分足悬的。连牧师已经偌久无咧啉这种茶饮的人，我都还阁会遐大苦着。你若是啉这茶饮来到地，你不得了。咱每一天为着主减啉一杯茶饮，你将这杯茶饮来奉献，互咱的教会建堂的这个基金来将这个50块来尊荣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会用来想象讲会有啥物款的结果？一杯茶饮50块，你逐工拢啉，你为着上帝，为着咱的主，咱的教会来节省一杯的茶饮，一个月你会用节省1500块。你一年你就为着教会建堂奉献18000块，这不是小数目哦。咱感觉讲咱哪像无能力，事实上，咱干那为着，佫会通互咱的身躯得到健康，佫你所开的钱是叫做铜板价，为着咱的主，为着咱的上帝，为着咱的教会，会通以后互咱有一个真好势的一个安尼礼拜的场所，咱会通来为主来做梦。如果同款，咱有啥物款其他的习惯？你无做袂使，但是你为着主的缘故，你减少你的迄款的迄个嗜好。有个人有可能是嗜好是抽烟，你为着主的缘故，少抽1包烟，将迄包分的钱摕来奉献给上帝。咱要看见一个无同款的教会，咱将这个钱。咱毋是摕来做其他的，咱是要来摕来尊荣咱的主，互上帝教会、上帝圣殿会通搁较安尼有好势的聚会场所，互咱不管是咱干那主日礼拜也好，咱各团契的周间的聚会也好，咱拢会通来互咱的教会会通搁较安尼帮助着咱的社区，帮助着咱家己伫咧信仰的培养顶面，咱会通做的事工。咱会通发现，当咱欢喜安尼来去做的时阵，会有一个无同款的结果。佮你的身躯会得到健康。问题是咱要安尼去落实啊无？如果咱也知影，侪圣经的财物，
咱无要去行主的话，对咱来讲，游玩是甲咱无关系，所以咱期待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即个感恩节，咱听好好来去深想即个问题，咱有要为着主来去做一寡什么款的代志，嘛毋是咱会通为主做什么款的代志。就算讲你今仔日你无要为着主做这个代志，主伊家己要兴起伊家己的教会，伊家己既然将遐个异象放伫咱的内面，伊家己会成即个事。问题是咱无法度参与伫咧迄个中间。一个人一世人，无一定会通有机会参与到教会建堂，这是事实。真侪人，伊可能伫做基督徒一世人，伫咧某一间教会，迄间教会礼拜堂，伊住来到伫迄个中间，礼拜堂都已经起好啊。等甲伊过往的时阵，迄间礼拜堂嘛还阁好好伫咧遐。牧师总共参与3过。我自教会去我的母会要去开拓教会的时阵，我就参与一遍。后来我去到伫台中牧会，我搁再参与一遍，即届要第3遍。我伫咧离开台中佛山教会的时阵，我甲牧师娘讲，咱后一间教会无爱建堂，但是上帝的旨意我无法度迄落。对牧师来讲，建堂是一件咱讲叫做苦差事。但是既然上帝将安尼迄个心意放伫咱的众兄弟内面，我欢喜落去承受。佮建堂绝对毋是我的代志，所以有个人会甲我问讲牧师啊，你安尼要建堂啊，你袂烦恼？我则袂烦恼啊，因为建堂是上帝的代志，毋是我的代志。如果今仔建堂若是牧师的代志，安尼牧师爱烦恼。牧师想要建堂，安尼的时阵是牧师爱去走总。但是今仔日即个心意，若是上帝照着咱众兄弟提出来，咱伫迄个中间咧做的时阵，这是上帝，伊爱为着伊家己的教会来着急，伊家己会做成迄个奇妙的代志。咱会用伫咧参与伫咧迄个中间，伫遐看见上帝怎样来做奇妙的事。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届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特别是伫咧感恩节即个日子，主你搁一届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看见阮家己甲主你的迄款的关系，以及伫阮怎样来看阮家己的信仰。主，阮伫咧面对着阮生命内面最遮个困境的时阵，主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将阮的耳目搁一届来转向主你。主，阮无搁一直干那注视伫阮的困境甲阮的难处的所在。愿你的神亲自来带领阮，来看见主你怎样为着你家己的百姓。来安尼差派着天使天军围绕伫阮的四围，为着阮你家己的教会，你的众百姓来征战，互阮真正开阮的目睭，看见主你奇妙的所在。我安尼恳求祈祷，靠着做祈祷圣名，阿免。顶一遍咱捌讲起着，如果咱若要互咱迄个原底本底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的性命袂抵到犯罪，咱讲迄是一件痛苦的代志，而且是一个无可能成功的代志。所以对付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咱讲这是一个这是迄个撒旦的欺骗。咱是无法度照着咱的行为来称义的，咱无法度靠着任何的努力。甲着咱的任何的行罪来赢过即个罪恶。咱的生活中咱就爱时常安尼迄款的警醒，无搁再落入伫咧即个撒旦的即个陷阱的内面。安尼去对付迄个咱一直想要
挖靠着咱家己的气力，要来去对付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的性命。对落尾手，咱煞怎啊？因为咱家己无能力，对到咱怎啊会落入迄个自我责备的迄款的光景？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的性命，甲耶稣的迄个性命，常常伫咱的性命内面，伫遐来相演。咱的每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伫遐来养饲咱迄个无共款的迄个性命。啊，过去咱伫遐经去讲过，讲迄个黑狗甲白狗迄款安尼比如哦。咱只安尼一摆伫遐来养饲咱性命内面的其中的一种。迄个正确，迄个选择正确，就伫遐来养饲着耶稣的迄个性命伫咱的内面。耶稣的性命会伫迄个中间不断伫遐来长大。迄个，咱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伊会渐渐来安尼，咱讲衰弱落去。做对咱的迄个吸引力就会慢慢来消退。属上帝体系自然就会安尼慢慢安尼建立起来。所以咱必须要改变迄个贪赢，是讲赢过即个罪恶的即个策略，毋是对付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性命，乃是要培养耶稣的性命。这是咱伫咧顶厝的时阵，咱所讲起着的。所以，迄个要怎样互咱的性命来得到复兴？迄个复兴的迄个定义是介在伫咧迄个性命的改变。甲着迄个会通来影响咱的社会。每一波即个复兴的即个即个波浪、即个浪潮，虽然迄个现象拢无共款，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迄个信徒的活命。迄个信徒的活命，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来得到改变，哪来哪亲像耶稣。伊会带来迄个对社会迄款安尼震撼，甲着迄个影响力。今仔日咱会通看见规个全世界的迄个处境，咱毋免看全世界，咱干那看咱台湾即马即个处境就好。台湾即马即个处境内面，咱会通看见迄个规个迄个社会迄个氛围，会通来讲，咱会通讲哪来，咱讲一直咱讲沉落落去。一直沉落去，迄个沉落去是咱受到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一直不断伫遐影响。咱只有干那讲起着，家伫遐拼经济，咱伫遐安尼用着侪的方法，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彼此伫遐来抢夺等等。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咱台湾的基督徒，咱敢有法度来成做迄个社会改变的气力？就较亲像咱头拄仔咧讲起的共款，咱有愿意来去做啊无？当咱若愿意，咱安尼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名的缘故，咱伫咧咱家己的社区，咱伫咱家己所住的即个咱的即个所在，咱对伫咱的厝边，咱有影响力无？迄个性命安尼改变是复兴的基础。咧讲伫咧讲起着即个转化，即个社会转化，咱的国家进程，咱必须要先对咱个人的性命来做改变，来做起。咱家己若无改变，要安怎来改变即个社会？搁较讲，毋免讲改变社会，要安怎改变咱的教会？今仔日咱的教会，咱的侪信徒，特别是咱的安尼，不管是其实嘛毋是干那少年人，其实咱咱的信徒嘛受到即个社会侪的影响。上直接的就是咱侪的咱的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咱看咱的社会内面。有偌济人受到手机的影响，迄个手机无法度离开你的手。有当时咱安尼，若手机
无伫咱的身边，咱心内有足侪的着急，因为咱受到即个社会、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一直不断伫遐咧甲咱拉扯。所以亲像咱头拄咱进前咱讲起的迄款安尼，咱要安怎来去做迄款的改变？咱需要对咱家己个人的性命来改变做起。迄个真要紧的是，咱有迄款安尼的缘由，就甲亲像咱进前咱所提起着迄个改变，咱就应该咱讲安尼枵死啊，像饿死迄个咱有迄个只有家己迄款安尼的性命，来去养饲迄个无家己迄款安尼的性命。当咱是一个，咱伫咧即个属上帝体内面培养即个无家己迄款的性命的时阵，人就要伫咱的性命内面看见耶稣啊！咱今仔偌济基督徒伫咱的性命内面，到底咱要安怎有影响力？人是看咱的性命有耶稣啊无？教会存在目的，毋是伫遐来咱讲娱乐会众吼。我知影即摆有真侪牧师也好，也是教会的分享也好，真侪时阵会通讲，咱讲满足信徒的迄种想要，而不是需要。但是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到底咱要安怎来传？要安怎来互教会伊迄个真正会通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咱无搁再互教会成做是干那只有咧娱乐会众，乃是要帮助人，互咱的性命会通改变哪来哪亲像耶稣。咱伫遐安尼指出迄条的路，讲迄条路就是去到伫耶稣迄个所在的路。所以教会无搁再成做是干那一个满足人，乃是咱教会应该是爱满足耶稣。耶稣建立教会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借着教会伫迄个中间来赢过撒旦的迄款的权势。如果咱会想象讲，今仔日教会干那伫遐咧无用逐种的即个节目来吸引人来到伫教会，安尼教会只不过是干那互人伫咧无共款的迄个场合内面，安尼去咱讲得到娱乐安尼那边。撒旦袂因为教会人数安尼增加非常的济，伊伫遐有任何的惊吓。撒旦伫遐，伊会伫遐安尼，咱讲伊会感觉着惊，是在一个即个教会内面，伫教会内面会通看见耶稣。遐个咱讲以节目来取胜吸引人，咱用想象讲一寡教会即马咱用想象讲一寡教会因采用即种咱讲灯光美、气氛佳，即个教会吸引侪人，甚至教会嘛有侪才会因歌士明星。咱用想象讲，即个会友来到伫教会时阵。有几个人有可能来教会的目的是来看这名星，是来找耶稣。更何况，到底是毋是真正伫迄中间，伊有看见耶稣？即款的，咱讲伫即个安尼真侪用着真侪节目吸引人的即个教会，一般咱会通甲伊讲，咱小可甲定义讲，这叫做娱乐型的教会。即款的教会安尼用着人来吸引人教会充满了侪遮精彩的活动，充满侪人，但是人所看见的，犹原阁是人，毋是迄个咱的性命的主耶稣。倒边来讲，另外一款的教会是用着性命改变，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迄款的教会。这类的教会是用着耶稣的性命来伫遐吸引人。
当人的性命伫迄个中间改变的时阵，众人要因为看见人的性命内面有耶稣啊，就因伫迄个中间来受到吸引，来到教会。咱的主伊安怎讲？讲我对地上受举起的时阵，会吸引万民归我。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第一种什么叫做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一个教会内面应该高举咱的主，高举咱的上帝啊。但是今仔日如果咱若伫迄个中间，伫教会内面，咱有伫遐高举人，主的名伫迄个中间无受到高举，人未进入这间教会。就算讲来啊，这间教会无法度帮助人得到耶稣的迄个国外的性命。所以咱必须要调整咱的规个迄个教会的迄个优先的次序，用着性命改变做目的来去安尼规划教会做下遮的活动。因为只有性命的改变，咱才会通带来真正的复兴。要带来迄款的复兴，咱大先咱需要爱有迄个耶稣的性命。所以耶稣讲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当去到爸遐。耶稣就是性命，有了耶稣，咱就要得到活命。另外，耶稣伊讲安那，讲上帝的话就是活命。伫迄中间，亲像耶稣伊捌讲安那，像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内面有讲到一节，伊讲安那，讲赐活命的是上帝的神，肉体拢无功效。我甲恁讲这话是神是活命。阮昨日伫咧书类培训的时阵，美珍执事就伫遐甲我问讲，啥物话是叫做我甲恁讲这话是神是活命？迄个是神是咧讲啥？咧讲的是咧讲着灵啦。那用华语来看，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伊用另外一个翻译来讲，就是讲我甲恁讲这话是赐活命的神啊。也就是说，上帝咱的主，伊对咱所讲的话是要享受咱的活命，要享受咱活命。伊迄个内底是有圣神的溃力，圣神的作为伫迄中间，是迄个有国外的神伫迄中间的。迄个赐国外的神伫咱伊的迄个话，所以上帝话是有溃力的，毋是无有溃力的。所以伫咧真侪教会，有当时咧讲道也好，也是讲咱的一寡聚会分享内面，我毋知影讲到底偌济比例。我伫咧正做一个新学生的时阵，我的阿舅。伊嘛是牧师，伊就对我讲你伫咧教会内面爱宣讲上帝的话，毋是宣讲人的话。今仔日偌济教会，哪敢伫遐一直咧讲人讲安怎，人讲安怎，就是无讲耶稣讲安怎，上帝讲怎样。今仔日咱需要去伫遐不断来讲出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有气力的，是有有大能力的。所以咱伫遐来宣告上帝的话时阵，上帝伊的话就带迄个能力落来。所以咱需要不断伫迄个中间来，是安怎咱需要逐工伫遐来读圣经、祈祷，靠着上帝的话伫遐来建立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会哪来安尼哪健康。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真正照着主的话，互咱以后咱安尼过去，咱可能是靠着咱家己的努力，要帮助人的性命的成长，但是咱现今无搁再共款，咱要照圣经甲咱讲，毋是咱叫人得到活命，是真正会通安尼互人得到活命的是啥物人？是咱的主，咱的上帝，甲着咱的上帝的话。若要看到人的性命改变，咱的焦点
安尼是应该来得到耶稣。得到上帝话，教会所应该注意的，毋是干那人数会多甲少。咱伫咧聚会气氛，是讲伫遐咧安尼注重伫咧迄个聚会气氛，乃是教会内面兄弟姊妹有耶稣的性命伫咱的内面，无只有接受耶稣甲上帝话，咱才会通得到耶稣的迄个国外的性命。咱会讲牧师，我毋是逐工伫遐读圣经，对。圣经的话语，咱拢知，咱嘛拢了解。但是，咱是毋是真正有活起来？咱要怎？咱有活出来无？咱要怎样来得到性命？来得到性命是上帝予每一个人的恩典。耶稣伊照着伊的十字架顶的迄个，伊伫咧十字架顶的死，甲着过活，互咱会通得到伊的性命。圣经也照着迄个圣神对咱的迄款的安尼的默示，伊伫遐真清楚伫遐来记载讲。伫遐记载着上帝话，拢咱安尼讲上帝话是安啦，是迄落是圣神的默示伫咱过去古早遮的先知安尼来记载落来，互咱为着要互咱得到伊的性命，所以伫遐真清楚记载上帝话，咱得到性命的即个咱讲途径，迄个路。就是啥？就是咱应该有一个谦卑，甲着迄个悔改安尼的性命。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咱着应该安尼照着谦卑悔改。来到伫咱的主、咱的上帝面前，佮切实安尼活出来，咱才会法度去领受迄个上帝的话。咱着亲像照着雅各书第1章内面讲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着迄个灌满的笑，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咱心内迄个才会当救。咱的迄款的道理，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安尼好好搁一摆来去想想，咱到底有照着主伊所教示咱的安尼话，安尼去行无？所以咱头拄去讲着迄个安尼讲要得到性命，安尼迄个得到性命的目的，就是要爱会通帮助咱会通活出。安尼迄款的性命，咱亲像讲迄个鸡仔母伫遐咧孵卵，咱用想象鸡仔母伫遐咧孵卵，是要安尼期待即个卵会通安尼会通得到，要互卵得到即个咱讲鸡的即个性命，落尾手会通孵出小鸡来，迄个活出迄个鸡的性命，共款。经济伊伫遐咧捕鱼的目的是要啥物货？伊伫遐捕鱼是要为着要会通成长以后成做一丛的大树。人的怀孕，老母的怀孕的目的是要互囡仔会通伫迄中大成人。共款耶稣伊顶头生，伊为咱顶头生咱，要赐予咱迄个性命，目的是要爱安怎？爱咱会通活出耶稣的性命。但是当咱若得到耶稣的性命，咱到意识到咱的性命嘛必须要活亲像耶稣咧，毋是干那得到安尼啦尔，得到无够个，爱活出来。咱每一个人得到耶稣的性命了，应该活出耶稣的性命。但是咱真侪基督徒，咱就停留一个得到性命，就掠做讲安尼就有够。就较亲像有个基督徒，伊伫咧安尼伫咧教会无道了，后来伊洗礼了，伊感觉讲安尼就有够啊。但是咱真正洗礼了，咱家己来问看觅讲我对圣经的认捌有够个无？
我是毋是抑阁有啥物货无教起来？所以教会内面有信仰的成长班，有圣灵主义咯，等等遮的，就是要帮助咱，互咱毋是干那安尼得到，咱各怪要透过着遮个课程，帮助咱会通来活出耶稣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互咱会通安尼，咱搁一摆来去，咱来想看觅，如果咱过去咱只有敢停留伫咧迄个得着生命，咱爱知影是迄个得着生命只是敢若开始，得着生命若无活出生命，安尼迄个得着生命，认真讲，安尼嘛是叫做做白工。咱要想想，头拄咱咧讲起的迄个家母，伊若安尼孵卵出来了，伊无去孵卵，伊甲卵安尼，咱讲。生出来了，伊无去孵卵，安尼迄个卵会变啥物款？卵若无孵了，你一直甲藏咧，会变啥物货？变臭蛋吼。咱着想想讲，毋若敢变做臭蛋啦，伊若无去孵，有可能会互咱摕去食掉伊啦，吼。过来就是，若佫拢无人插，就变做臭蛋。想想今仔日，如果若一个婴仔伊出世，若无人照顾，无人插伊，安尼变做啥物款？共款，咱得到耶稣的生命，咱若无活，哪亲像耶稣？迄个生命，若无有啥物意义，甚至会造成一寡问题。生命需要时间伫迄中间来成长，毋是讲咱安尼洗礼了，也是讲咱感觉讲咱已经得到生命了，各怪我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于得到生命，甲到底活出生命，这是一个过程。有一个人安尼掠做讲，安尼因为得到耶稣的生命，就马上会得到改变，诚做亲像耶稣的人。但是咱会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迄落，咱会感觉讲迄落要活亲像耶稣的生命，那亲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理想。因为敢若只有少数人安尼，迄个咱讲圣人，伊才有法度达到。即款咱的错误的期待，互一寡人安尼得到耶稣的生命了，就无搁再进前。其实咱得到耶稣的生命，虽然还未完全亲像耶稣同款，但是咱会用想象讲，咱是伫咧迄个迈迄个耶稣亲像耶稣的迄个路的中间。咱毋是一步到位，但是咱是有进前的。咱的生命需要伫咧中间底下来培养。咱的生命伫遐安尼不断伫遐成长的时阵，耶稣伊咧看咱，毋是讲咱是毋是已经达到完全，伊是干那伫咧咱的生命是毋是还有继续遇着伊啊？就算讲咱今仔日咱的生命，咱拄好伫咧半路，咱就已经去互耶稣接去啊。但是耶稣伊是明白咱的，伊知影咱对伊的迄款的心思意念，伊知影咱伫遐仰望伊，咱跟对伊，所以就算讲咱伫咧即个行天路的半路，咱就去互上帝接去，咱犹原得到主的欢喜。主伊要讲好搁真重的路步，咱的生命是需要来伫咧安尼不断伫遐来得到培养。咱的生命成长，毋那是需要时间，搁需要健康来伫遐来成长。毋是伊毋是迄个自动产生的，迄个身躯要健康成长，咱需要安尼有咱讲足够的营养，甲着正确的迄个起居的即个饮食生活。咱属灵的生命嘛共款，敢毋是？但是往往忽略咱即个属灵的生命，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信主哪久的人。无一定活了哪亲像耶稣。反正咱若去看，有侪这个初信的基督徒，因的生命反正搁较像耶稣。
伊当伊伫遐性命伫遐，伊欢喜来接受耶稣的时阵，伊伫遐安尼伫遐渴慕上帝的话，伊性命伫遐中间伫遐来得到改变。但是久了后，以撒阵啊渐渐来去失去，因为伊伫遐中间伊无伫遐继续伫遐来培养，伊个无继续来用着主的话，诚做咱的养分伫遐中间来得到成长。所以反正信主哪久的人，咱哪来咱无一定活甲亲像耶稣，安尼时阵咱毋是说活了咱讲越活越倒退吗？所以迄个得到性命，咱必须要伫迄个中间不断伫遐来培养咱的性命，咱若注重伫遐培养咱的性命，活出咱性命自然，咱的迄个你会发现咱的性命会哪来哪亲像耶稣。所以哪来哪亲像耶稣，活出迄个耶稣伊款安尼的性命，毋是无可能。搁安怎？主耶稣伊的性命会互咱得到完全。因为耶稣安怎讲？伊伫遐讲，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上帝伊创造咱人的时阵，伊毋若互咱安尼讲，互咱人性命，伊伫迄中间。安尼赋予咱一个使命，就是伊伫迄中间安怎讲？伊讲着生团济济。迄个生团，咱若照里面来看，哪亲像是干那伫咧咱讲属肉体的，迄个生团济济。也就是迄个繁殖生命，但是迄个繁殖生命，迄个内底另外佫一段是是属灵的迄个部分，咱嘛应该。亲像父母伫遐生囡仔共款，咱毋若伫遐来培养囡仔长大成人，搁较希望囡仔会通成家立业。无繁殖，生命就无法度延续，甚至会面临咱讲绝种的危机。咱嘛会通看见咱全世界，台湾嘛是共款，就是因为即摆的少子化，咱开始，咱的人口数在降低。今仔日咱的教会，如果咱也无培养迄个主耶稣的迄个性命，有一天，就算咱的教会有起甲真通风的礼拜堂，但是迄个内面无信徒。变做一间空的礼拜堂，咱看见今仔日有偌济伫欧美国家的礼拜堂，落尾手起甲足水的，足富丽堂皇。结果迄个礼拜堂落尾手变做是互人参观的所在，毋是礼拜的所在。侪人伫迄个中间，结果甚至有的礼拜堂落尾手变做清真寺。这是偌尔啊讽刺！一个上帝圣殿落尾手变做清真寺。我即摆去土耳其，就已经有看见几啊间真大间的礼拜堂变做清真寺。双如老师有去，应该嘛有看见。真水的礼拜堂，面顶画着迄个主耶稣这个圣画像。落尾手，阮去看的时阵，用布甲耶稣的面扎咧，面顶换写着侪侪即个可兰经的经文，伫咧迄个壁。另外怪，伊无破坏迄个原底，所以阮看会到遐个圣画像顶遮个信仰。如果咱若无伫遐培养耶稣的性命，咱落尾手，咱就是去互即个社会，甲咱一直拖落去，一直甲咱拖落去。落尾手，咱敢要想象今仔日咱的教会以后是一个互人凭吊的教会，是咱的教会要成做一个来得到最人的性命的教会，要互主的名伫咱的教会得到荣光的教会。迄个繁殖生命。毋是安尼，指着咱将耶稣的性命互别人，安尼那尔。迄
迄个世人换命的是耶稣啊，毋是咱。哦，迄个繁殖生命是指着咱成做耶稣性命的迄个见证人。伫遐，咱要成做主耶稣的见证人，互人愿意来得到耶稣的性命。所以当咱得到耶稣的性命，咱毋若是爱伫迄中间来培养咱家己本身的性命，咱搁互咱也会通活出耶稣的性命了，会通成做别人信仰的模范，得到迄个信仰的见证。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亲像保罗伊伫遐对着哥林多教会伫遐讲起讲安那，因讲恁着学我，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共款。这就是繁殖生命。咱想咱不断伫遐咱讲，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咱的模范。咱伫迄个中间，咱是爱学耶稣，迄个为着是要得到迄个耶稣的迄个国外的性命。毋是迄个，干那只有顶伫咧十字架顶的迄个耶稣，咱是要得到是迄个国外的耶稣。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搁伫咧咱这个感恩节的这个节期，咱会好好来想，咱伫咧国外要进入一个新的教会了的时阵，咱会通好好搁一家来调整咱家己，将咱家己来将咱的迄个咱的生命的聚焦，搁一家定准伫咱的主。互咱无偏煞，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咱搁一届来默想，什么是叫做复兴的定义？每一届即个复兴的浪潮的内面，虽然现象拢有无共款，但是共同点是啥物货？牧师头拄有分享过，咱用小可搁来回想者。第二，为什么咱必须要伫遐调整教会咱讲优先次序，用着性命改变来去规划教会一寡遮的活动？安尼，咱的方向有正确无？特别是咱的教会中级，咱会用来想，咱的方向有正确无？如果咱若正确，安尼咱就行伫咧耶稣的即个国外性命的道路顶面。第三，咱得到耶稣迄个新的性命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货？咱有活伫咧即款安尼的目的的内面无？迄个属灵的性命成长需要时间伫遐培养，迄个需要经历倒死的过程。咱会通透过着咱最近安尼所分享的，咱会通搁一届好好来深想，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搁一届来献上阮满满的感谢。主啊，你伫过去安尼一年久，保守带领你的教会，互阮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培养，得到成长。主啊，阮感谢你。互阮比别人大声来领受得到主你的性命，但求主帮助阮，互阮无搁再只有干那停留伫得到安尼尔。主，阮乃是要进入到伫活出主你的性命，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的款式，用着主你成做阮的模范，来活出主你迄个国外的性命，互侪人看见阮的性命，因也欢喜来接受主你。互你的性命也加做因的性命。主，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无搁再加做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乃是阮要活出一个实质上的基督徒。阮要怎样做？恳求主圣神伫阮的内面做工，来亲自对阮讲话，搁毋若对阮讲话，互阮真正来唤起阮的心灵。欢喜来军队，搁欢喜来实践主你的话，互你的话成做阮的性命，成做阮的快乐。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罗命献给。
做你的个人，患难时就做你，承受叫做你命，上帝话，我命的话，你为我命叫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带咱的高远望。真当我命无言言声，万民欢喜来赴。圣经上头前道上听，全心为我的主。这做平安安爽，永跟我命老老。上帝话，我命的话，你为我命叫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做咱的高远望。请咱议员听到，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我信上帝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李恩亲执事、陈文兰执事书献，祝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的诗。主篇疼痛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丰盛教业的恩典，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服侍你。
打阮奉献淡薄金钱，做教会所用，愿你圣化干纳，愿你帮助阮所做所行，拢得到你的欢喜。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看这。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6章63节。来，主话名的是上帝的事，肉体拢无功效。我甲恁讲，这话是神，是话名。约翰福音第6章63节。因信报告，敢有第一摆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吼，那咱来看报告事项。本主日是感恩节主日，感谢主一年的祝福甲引带。教会净赏每户一份2024年月历，请兄弟伫招待桌签名致取。第2堂礼拜结束了，召开中执会，请中执毕拜心参加。第2点后主日是圣经公会奉献。圣经公会奉献主日，甲大港节第1主日，吴世兰牧师要代表公会来请安正道，请兄弟为圣经公会的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第3点，本会委托李正传弟兄制作红菇粿的圣诞糕，伫圣诞节要赠送兄弟。另外有开放登记购买，欢迎兄弟登记。第4点，更生团契每年举办天使树活动，伫圣诞节有关怀受刑人未满18岁的子女，依然有60名的小朋友申请，每份礼物是350块，请兄弟为这个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第5点，请各团体开始备办后一季2024 1到3月的主会内容，请伫12月10号前交予办公室来制作行事历。第6点，本会甲宜兰基督徒联导会伫12月，伫宜兰市举办各项的圣诞节活动，请咱兄弟参加。本教会圣诞节活动伫12月23号星期六圣诞晚会，还有报佳音。12月24号圣诞感恩主日礼拜。12月24号晚上8点有烛光祷告会。具体消息，第1点，请咱家己过目；第2点，咱为正宫长老圣诞布道短宣队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点，请咱家己过目。请咱来看顶周的聚会出席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侍奉表，请负责同工来准备心。会计报告的部分，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请财务同工反映。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耶华以乐的主，伫主的手中有备办。我们感谢你，要学了你的名，伫这个摇动的世界，求主耶稣的平安，喜乐伫憔悴主的人的心中。我们继续为国际的战争祈祷，感谢主，目前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有止息的趋势，求主掌权，互领导者有智慧，做出合上帝心意的决定，
互心灵破碎的人得到重建甲安慰，互受伤的人得到医治。主啊，我嘛要为全球的气候的改变来祈祷，恳求主赦免阮过度使用的罪。主啊，恳求你怜悯医治全地，恢复上帝创造的美好。我嘛要为教会圣诞节暗会的时间代祷，求主赏赐周边的同工有气力、有能力、有智慧，互教会各团体尽心尽力配搭服饰。主啊，恳求你大大使用这个暗会，成做美好的时间，吸引人来参加，来认捌主，愿主的名受高举。我嘛要为教会青少年囡仔仰望伫主的手中，你知影因的心思意念，你伫因的心上有美好的计划，互因有上天的智慧，看重甲上帝的关系。恳求主开因的心门，引带因行伫合上帝心意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受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因为你受的逼迫，互阮得到医好。我们为教会中破病的兄姐来祈祷，恳求主医治，施乐主的平安。从教会中心内软弱有重担的兄姐交托仰望伫主，你是因坚固的大石盘，你深知因的需要，互因对耶和华得到欢喜，成做因的气力。主啊，年老的兄弟姊妹，求你时时刻刻保护看顾，甲因同在。恳求主来听阮众人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圣诗第386首。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